道教有講過，三魂歸天，七魄歸地。人生在世有形有體，人走咗之後，魂魄依然存在。但如果冇一個清靜地方可以安頓，魂魄就會喺六道輪迴入面漂流，難得真正安息。所以地宮就好重要，佢唔只係一個地方，而係為亡者開闢出嚟嘅清靜福地，等魂魄可以安安靜靜咁修行，聽經聞法，唔使墮落惡道，唔使繼續受輪迴嘅苦。喺地宮入面，骨灰龕一座座排開，好似蓮花咁綻放。每日香火繞，誦經聲不絕於耳，每一炷香，每一句經文，都係為亡者累積福報，幫助魂魄慢慢升華。呢啲正正就係道經講過，香火唔絕，陰陽就能夠相通，供奉持續，功德自然日漸深厚。香火供奉從來唔只係形式，而係生死兩界之間嘅一條橋樑。生者嘅一份思念，亦都會變成亡者回歸生者嘅慈悲庇佑。而因果報應向來運行無誤，前世做落嘅業，今生受；今生做落嘅因，將來收。所以話骨灰龕唔只係收納一抔黃土咁簡單，佢係一個延續功德善業嘅起點。過去積落嘅善因，可以喺將來開花結果，令家族一代一代昌隆興旺，子孫後代蒙福庇蔭，福氣綿長。咁樣安排落嚟，唔單止係為亡者揾個安身嘅地方，更加係為家族累積無盡嘅福德之糧，延續住天地之間最珍貴嘅情誼同香火。